来看行政院宣布要放任厝内有12岁以下囡仔，伊嘛当来申请外籍移工，有144万户的家庭是有资格申请。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批评讲，这恐惊只有高所得的家庭才有才调来请，嘛烦恼讲一寡有重症病人的家庭，即嘛要请人来照顾，恐惊是愈歹请咯。 为着要减轻父母照顾囡仔的负担，摆是行政议会讨论要放任外籍移工的申请资格。未来只要厝内有12岁以下囡仔，就当申请移工来照顾，就业安定费维持伫5000块。若是厝内有心脏儿童特殊状况，只要符合适的条件，就安费是2000块。劳动部预估有144万户的家庭有申请资格，上近4月13开放民众申请办理。这个外籍帮佣的被需求的定位就是 家务或者是家人照料的帮手哈，那很多表达有需求的家庭，其实他们都跟我们说哈，即使他们有希望能够聘请外籍的帮佣，但还是会把小孩送托哈，所以可见的这其实是一个互补的关系。这个政策听起来是袂歹，不过有劳工团体烦恼讲会造成人母、托育人员无头路。姚民团指出，这个政策恐惊会好着好野人，也烦恼讲有人用照顾囡仔的名义来申请外籍移工到厝内做 其他的工课，任何需要照顾的人，从此以后都可以用有小孩的名义聘外籍帮佣来照顾，可能会有30万的外籍帮佣进来，那滥用人力的现象一定也会发生。以后若是要放宽这家庭帮佣的这个部分吼，可能会互咱这女性的这就业的机会会大幅的减少。 另外，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也烦恼讲，扩大开放了后，一寡照顾长辈适龄同症的家庭会请无移工，因为移工可能会想要去照顾囡仔。对此，同症适龄的家庭出现较严重的欠工危机。对此，劳动部是呼吁同症家庭唔免烦恼，外籍看护工和外籍使用人的训练课程是无同的，基本上未出现市场抢移工的情形。记者李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